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的1到9节、24节、35节，约伯记36章第1到15节，罗马书第15章7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心赞美。我们要先思考的是，教会的目的跟功能到底是什么？教会所追求的绝对不是那种华丽的礼拜堂建筑，哗众取宠的敬拜方式。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展现上帝那个以马内利的应许，让我们追求的是上帝与世人的同在，人与人彼此的相处。圣经并不强调排斥其他主义，反倒非常强调其他主义的救恩跟福音。我们举新旧约这几个例子。亚伯拉罕受呼召那个当中有讲到说，众人要因你而得福。出埃及记里面有60万大军，这当中呢有其他族裔。当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有外邦的妓女拉合来帮他们，来追求上帝的救恩。路得记的主角路得，她也是外邦的女子，是蒙福的女子。外邦的将军乃曼，他的麻风病得到医治。福音书当中的好撒玛利亚人，耶稣基督曾经喂养4000人吃饱，剩下的7篓指的是当时候的外邦7个国家。犹太人跟外邦人到底要如何的相处？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到底要如何的相处？圣经教导我们应该要彼此的接纳，不要互相的排斥，因为上帝的呼召是与恩典，是上帝的荣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为了荣耀上帝，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基督为着要显明上帝的信实，做了犹太人的仆人，为要使上帝对族长们的许诺得以实现，同时使外邦人能够颂赞上帝的慈爱。正像圣经所说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颂扬你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教导是只有针对犹太人的教导跟提醒而已。其实这样的教导，一方面对犹太人，也对着外邦人做了提醒跟教导。因为保罗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，你们要彼此接纳。这个彼此的意思是互相的，是你接纳我，我也接纳你。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跟教导呢，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名。反过来说，若是基督徒没有这样做的话，就是不荣耀上帝的，得罪了上帝。保罗同时也向罗马教会的外邦人说道，圣经又说，外邦人啊，你要跟上帝的子民一同欢乐。再说，所有的外邦人都要颂赞主，万民你们要颂赞他。如果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能够彼此的接纳，这样才能同心的赞美，才能一同的颂赞上帝。就如同一个合唱团也好，圣歌队也好，甚至我们说交响乐团也好，
都必须要能够先彼此接纳，就彼此接纳各个不同乐器、不同声部的角色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的演奏出和谐美好的乐音来赞美上帝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台上一团彼此喧闹、彼此吵架、完全不和谐的混乱演出。这并不是基督教的信仰。保罗他也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这样说道：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这是以赛亚书第11章第10节。这是非常明白的，在旧约里面，在先知的预言当中提到了外邦将要因为基督的掌权而得以仰望基督，领受救恩，这样的大恩典。经文说，以赛亚也说，有耶西的后代要出来，他要起来统治外邦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。愿上帝就是我那希望的泉源，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，让你们充满各样的喜乐、平安，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增加。我们再看看约伯，约伯跟他的3个朋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他们谁也不服谁，他们都完完全全以个人的角度来了解上帝，来追求上帝这样的信仰。他们没有站在上帝的公义上去了解传递上帝的信思，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彼此说服。我们看看以利户他怎么说。他说，上帝多么强大，他不轻视人，他没有不明白的事，他不容许罪人活着，他替穷人伸张正义，他保护正直的人，他让他们像是君王统治一样永受尊敬。最后我们要用诗篇第104篇第1节到第9节、24节还有35节来做我们的祷告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上主我的上帝啊，你多么伟大，你穿戴着威严光荣，我披上亮光做外袍，你铺张穹苍，如搭帐篷，你在高天的水上建造住所，你用云彩作为战车，借着风的翅膀奔驰，你以风作使者，以闪电作仆役，你把大地树立在巩固的基础上，使它永永远远不动摇。你使海洋像外袍覆盖地面，你使众水淹没那群山。你一斥责，水就奔逃。众水一听见你发号施令，都奔流。他们漫过山岭，流进了峡谷，汇流到你所划定的地方。你定了界限，叫他们不能逾越，使他们不能再淹没大地。24节，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这一切都是你智慧的果实。遍地充满了你所造之物。35节，愿罪人都从地上消灭，愿那邪恶的人不再出现。我的灵啊，我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
最后我们一起祷告：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合一的心志，让我们能够同心的赞美主名，让我们在生活上，在世界上能够成为荣耀你圣名的使者。阿们。